走啊走啊，直接走直接走。哎！出来喝个水，对不对？啊？好，很好。看恐怖，把你打中了。好的。再来。你说这样子啊？就这样子吗？还有什么？那个是要单节的。那有用吗？手算吗？2分。那有用吗？外力更重，就保护你还在重一次，你就黑兵棍最高就先打断，再入身。反正太快了啊！不要从头开始治疗，大家接不好，对吧？再把它做一次，先把它弄断，再来一次。3分，要。太小，可怜啊！礼尚往来，礼尚往来。走了。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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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10秒，剩5秒。还有10秒，开始！喂！